嗱，屬龍嘅朋友咧，今年嘅天喜星有個太陽星，象徵住今年嘅事業發展相當順利，而且有貴人嘅助力㗎，而且係風塵僕僕，有機會俾你發展到係好好嘅。嗱，1988年出世咧，今年有才華橫溢啦，有機會發揮出嚟，而且得到上司同事之間嘅認可同埋贊同嘅。至於1976年出世嘅話咧，今年嘅工作上面咧係略為叫做順利，而係要靠眼光嘅。咁即係話今年如果你能夠係關注到你身邊嘅機會嘅話咧，掌握到你今年係可以得到一個好好嘅利潤㗎。嗱，至於1964年咧就比較頻撲啲啦，有機會出遠門啦，甚至旅行機會都多啲嘅。男性嚟講咧就叫做風塵僕僕啦，但係女性嚟講咧要注咧就係容易婦科嘅健康問題啦。1952年出世嘅話咧，今年嚟講就冇乜特別優點優勢啦，只係要注意咧就身體健康上面咧容易出現變化，有啲突發性嘅健康問題，令到你可能有要入醫院之類，所以今年嚟講各方面都要小心。至於1940年出世嘅朋友嚟講咧，家宅工作上面咧都係平穩嘅，係自身方面嘅健康咧要小心啲，容易出現一啲突發性嘅腸胃問題。屬龍嘅朋友咧，今年嘅天喜星太陽星係代表滿懷大志嘅。所以喺呢個床頭或者書桌上面咧，擺放一個生財有道咧，可以有機會咧事業上有突破發展。嗱，屬蛇嘅朋友咧，今年叫做犯本命年啦。犯本命年嘅時間咧，就好多嘢要小心同埋要好關注，包括財運啊、身體健康啊同埋家宅人口啦。嗱，今年嚟講咧，要注意嘅月份嚟講咧，就正月、4月、5月、7月同埋農曆嘅10月份咧，係小心啲突發性嘅健康問題，甚至家宅人口上面咧都欠平安㗎。嗱，1989年出世嘅話咧，今年書緣嚟講咧相當之理想嘅，擔心嚟講咧桃花上面過旺影響讀書或者影響工作。77年出世嘅話咧，有新工作嘅計劃，三思而行嘅話咧，可以幫助到你有成功機會，但係要小心駕駛。1965年嘅話咧，財運上面係易得易失事業上面咧有些少嘅阻力。1953年咧，今年要注意係水險，有機會胸肺健康，甚至個胸腹健康容易出現一啲故障。41年出世嘅咧要注意耳鼻喉科嘅健康毛病，以及咧骨骼關節嘅問題啦。屬蛇嘅朋友咧，今年犯本命年，可以帶一個玉石雕做嘅猴子吊墜，以及喺我哋床頭下面咧擺放一個叫太歲牌，可以化解今年裏面嘅太歲戾氣，帶嚟平安嘅。